星光伴讀，式跪求特朗普，今談外交心得，杜魯多何其厚顏。作者隻秋鹹。自從現任加拿大總理卡尼上台之後，外交經濟轉向由跟美狗變成親華，加拿大人先至發現原來唔受脅迫嘅對等外交關係竟然係咁嘅，國家嘅前途豁然開朗。見到呢一番光景，當年因為不得民心而黯然落台嘅前總理杜魯多自然不是味兒啦，忍唔住跳出嚟刷下存在感，聲稱老子當年嘅親美路線先至係正道啊！杜魯多4月23號出席新加坡一個活動，睇到喺10年前加拿大航空公司龐巴迪嘅 C 系列飛機喺美國波音同埋歐洲空中巴士聯手打壓之下，根本冇辦法銷售而陷入困境。直至有中國嘅投資者提出收購業務，然後杜魯多就開始晒命啦，全靠自己喺2017年嘅 G7 峰會上面向美歐領導人提出呢個問題。會談之後，空中巴士就買咗龐巴迪相關系列嘅飛機，先至冇將佢拱手讓俾中國。杜魯多就認為呢一件事説明咗擁有共同價值嘅國家之間進行惡意嘅競爭，只會令嗰啲唔認同呢一啲價值嘅國家坐收漁利。似乎杜魯多直至今日都仲唔清楚自己當年到底做錯咗啲乜，唔通以前嘅加拿大對美國嘅姿態擺得仲唔夠低咩？你去到海湖莊園跪求特朗普唔好加關稅，人哋有冇睬你先？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之後，用關稅剝削盟友，公開侮辱杜魯多做州長。筆者試問杜魯多一句：特朗普同你嘅共同價值究竟喺邊度？更加可笑嘅係，佢至今仍然對呢一份被收割嘅恥辱深感自豪。企喺新加坡嘅講台上面，佢好似唔記得咗特朗普當年係點樣當眾羞辱佢，亦都唔記得咗美國點樣一邊喺度講共同價值，一邊就喺木材、鋼鋁關稅上面毫不留情咁樣宰割加拿大。特朗普進逼之下，要親美定係親華，加拿大一早就已經冇咗選擇權啦。家陣卡尼政府撥亂反正，唔再自降身段去做人哋嘅附庸，而係堂堂正正咁樣喺國際舞台上面為本國爭取利益。咁樣令到一直活喺大國跟班陰影下嘅杜魯多就梗係坐唔住啦。佢越係急住跳出嚟為當年嘅軟弱辯護，就越係凸顯佢當年嘅外交政策係幾咁卑微同埋短視啊！